講起暴君，你會諗起邊一位呢？焚書坑儒嘅秦始皇，定係俄國嘅伊凡四世？可能你哋通通都唔夠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個皇帝咁殘暴。佢就係以殘酷嘅統治手法同埋對基督徒嘅迫害而著稱嘅羅馬皇帝尼祿。以前嘅信息流通極慢啦，而且對道德嘅規條咧都冇依家咁多，所以一個暴君咧，佢就好多時候會放飛自我，所做嘅行為咧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制止到。咁依家咧就等我哋翻2000年前嘅意大利，去一睹呢個人類史上著名嘅暴君。咁我個 channel 咧主要就會講啲經濟、歷史甚至係其他知識相關嘅嘢，歡迎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仲可以 search 為有信國我嘅 IG 名去 follow 我嘅。咁事不宜遲，我哋開始啦。尼祿佢嘅全名就係呢一個，你自己睇啦，太長咁讀。咁我哋一開始就講下佢嘅身世先啦。佢老豆咧就喺佢3歲嘅時候過咗身，咁佢阿媽咧就俾前任嘅皇帝去流放，去到後期先俾人召回翻去羅馬境內，所以咧佢自小就缺少咗雙親嘅陪伴，都對佢之後嘅人格咧造成一個極之大嘅影響，就係以後形成咗佢呢一個暴虐統治嘅成因之一。咁我哋一講起尼祿咧，首先最緊要就係講下佢同佢阿媽之間係點樣相處嘅。咁唔同嘅資料咧，都一律將佢阿媽咧形容成一個冷酷、野心勃勃，而且係支配欲極高嘅人。咁阿格尼皮娜咧喺尼祿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會調戲佢，仲喺佢13、14歲嘅時候就勾引佢上床，聲稱可以用自己嘅身體咧帶佢個仔上天堂。咁而且阿格尼皮娜咧係一個極度迷戀權力嘅女人。喺尼祿出世嘅時候咧，佢已經有占卜師同佢講，雖然尼祿咧之後會登上皇位，但係佢嘅代價咧就係殺死自己嘅母親。當阿格尼皮娜佢聽到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其實冇所謂嘅，只要可以獲得權利咧，even佢自己條命冇咗都覺得冇問題，可以不惜一切嘅代價。咁喺之後咧就嫁咗俾羅馬嘅第4任皇帝克勞狄烏斯。咁佢又諗盡辦法咧，叫克勞狄烏斯收養尼祿為養子，咁咧尼祿就可以成為一個合法嘅繼承人。佢呢種咁嘅行為咧，喺明眼人眼中其實就係為咗自己可以更加靠近呢個權力嘅中心。所以喺尼祿早期嘅政治生涯咧，其實只可以話係佢母親嘅一隻棋子，俾佢用心狠手辣嘅計謀咧，一步一步咁樣安排佢喺羅馬嘅權力中心。而呢一種行事作風咧，都潛移默化咁影響住佢，都塑造咗佢未來統治嘅風格。喺公元54年10月嘅13號，咁皇帝克勞狄烏斯咧就駕崩，而有人話咧，其實佢係俾阿格尼皮娜毒死嘅。不過其實我哋不得而知啦。但係根據佢對於權力嘅迷戀咧，其實唔係冇可能嘅。就咁17歲嘅尼祿咧，就順利登上皇位啦。喺登基初期，當時嘅權力咧，其實都集中喺阿格尼皮娜手上嘅，而尼祿咧只係一隻扯線公仔。咁但係慢慢咧，佢已經開始好討厭佢阿媽，喺度不停咁攝政。其實呢個就係佢哋之間嘅權力鬥爭。但係你哋知唔知佢哋用邊一種方法去調和咧？就係用私底下亂倫呢種方式去調和啦。根據記載咧，其實每一次尼祿飲醉酒嘅時候咧，佢阿媽咧就會打扮得好精美咁出現喺佢個仔面前，咁就發生啲特別嘅嘢啦。慢慢咧，其實尼祿佢就想獨攬晒所有嘅權力。喺佢眼中咧，其實佢阿媽咧對佢嚟講已經一啲用都冇啦。所以咧，佢就設法想將佢殺死。公元59年，佢好盛意拳拳咁邀請阿格尼皮娜咧去海邊嘅別墅度假，咁仲特登打造咗一艘好華美嘅小船接送佢。但係喺航行途中咧，呢個小船解體，咁尼祿咧就企圖製造意外嘅假象咧，就想殺死阿格尼皮娜啦。咁可惜佢今次係失敗咗嘅，因為阿格尼皮娜咧俾路過嘅一艘漁船救起咗。當尼祿佢得知到佢母親冇死到嘅時候咧，佢就派人直接將佢殺害。咁其實唔單止係佢阿媽，佢之後仲流放咗自己嘅兄弟，殺死自己嘅妻子。總之只要係對佢權力有造成威脅嘅人咧，佢都唔會放過。咁自此咧，尼祿就完全統治咗佢嘅皇權啦。喺公元54年，羅馬發生咗一場大火。呢一場大火咧，就將尼祿徹底刻上咗暴君呢個名號。根據歷史記載咧，其實呢個大火咧就發生喺7月18號嘅夜晚。起火嘅地點咧就喺羅馬其中一個競技場隔離嘅商業區啦。而當時嘅房屋咧，其實大多都係由木去製成嘅，而且排列得好緊密，同埋加上羅馬夏季比較乾燥嘅氣候咧，所以令到呢個火勢可以好急速咁蔓延。而當時咧，對於呢個火災根本就冇一啲有效嘅應對措施。咁呢場大火咧就足足燒咗7日7夜。咁 total 14個城區咧係有3個係俾人完全燒毀咗嘅，而7個咧係嚴重損毀。
呢場大火咧就唔單止咁摧毀晒啲居民嘅住宅啦，同埋燒毀咗好多唔同嘅神廟、浴室同埋公共嘅建築，導致大量嘅民眾死亡，而生還嘅人好多都係無家可歸。所以呢場大火對於羅馬嘅影響咧係非常深遠同巨大嘅。咁尼祿咧一聽到呢個消息咧，就即刻翻返去羅馬，組織個救火同埋救援嘅工作。坊間有好多人話咧，呢場火咧係尼祿自己放嘅。咁點解作為一個羅馬君主，佢要自己放火燒羅馬呢？尼祿咧其實已經多次咁表明咧，佢並唔中意羅馬嘅城市佈局嘅。佢認為街道咧又曲又狹窄，只會阻住佢重建羅馬城，阻住佢擴張係自己嘅皇宮。但係由於當時皇宮隔離咧又住滿晒啲平民，所以根本就好難開工去建造喺心目中覺得好華麗嘅皇宮。呢個就係坊間推斷佢縱火嘅原因。而且當時有市民指出咧，佢哋救火嘅時候咧，隔離有人威脅佢哋唔可以再繼續咁樣做，都有人去特登投擲呢個火把，令到呢個火可以蔓延得咁快。喺火災之後咧，尼祿咧就即刻開始興建佢心目中嘅宮殿金宮啦。而呢個金宮咧就非常之華麗嘅，其中仲佈置住好多樓閣、浴室同埋噴泉。而且喺中央咧，佢建造咗一個人工湖，而門廳咧都擺放咗一個以金同鍍金製成嘅一個尼祿嘅雕像。種種嘅舉動咧，其實都印證住佢放火呢個傳言嘅真確性。因為其實大家都認為呢場火係佢放嘅，為咗平息羅馬人嘅怒火咧，佢決定將呢個責任推卸俾基督徒。佢話基督徒縱火啦，佢下令逮捕晒所有嘅基督徒，而且仲用極之殘酷嘅方法去處置佢哋。曾經喺古羅馬嘅史書裏邊咧，有一段非常之驚人嘅記載，就係喺私人競技場上面，有一啲基督徒要無上收皮，俾狼狗狠狠咬死，而且有一啲人咧就會用乾草去將啲基督徒綁住喺十字架上面，點着咗佢哋之後咧，就成為呢個黑夜嘅亮光。佢唔單止用呢個極之殘忍嘅方法去處死基督徒啦，佢仲要妖魔化晒佢哋，話佢哋其實會喺啲秘密嘅集會入邊食人肉啊、亂搞關係啊、亂倫等等。而咁樣咧，唔單止停息唔到羅馬人嘅怒火，反而仲令佢哋更加憤怒。而喺佢嘅統治晚期咧，民間對於佢嘅施政咧都已經係怨聲四起嘅，所以佢就抱住一個既然大家都唔中意我，一個徹底放飛自由嘅心態統治呢個國家。而尼祿咧作為一個年紀輕輕已經可以獨攬大權嘅人咧，施政咧更加多係表現出係一種自我中心同個人英雄主義嘅一個特徵。佢好中意舉辦唔同嘅大型娛樂活動啦，而且都好沉迷喺各種唔同嘅娛樂活動入邊嘅。佢成日咧都會以一個藝術家嘅身份自稱，會喺唔同嘅劇院入邊演奏呢個豎琴同埋演唱，而且佢仲會參與埋奧運會。你以為佢參與奧運會就會同其他人一樣好公平咁樣去比較？咁諗你就太天真啦！佢參加咗公元67年嘅奧運馬車比賽，但係其實咧佢係參加4匹馬嘅項目，但係最後尾佢用咗10匹馬嚟拉車，而且佢中途咧因為用力過猛咧就俾人掉咗出去車外面，完成唔到呢個比賽。但係出於呢個皇帝嘅威嚴咧，大家都係認為佢係勝利嘅。咁沉迷玩樂不特止咧，佢所舉辦嘅大型活動咧，往往都會令到呢個國父頂受唔住。佢外出野遊嘅時候咧，就要用到1000架嘅馬車嚟護送。而喺呢個情況咧，佢就開始諗辦法點樣去壓榨國民，增加呢個稅收。咁佢唔單止淨係增加稅收啦，佢仲要霸佔埋呢個公共廟宇嘅財產，刻意廢除晒佢執政初期所制定嘅減稅法，同埋對老人啊、對窮人嘅補助，就係為咗自己可以繼續享樂。根據記載咧，佢係特登殺死晒北非同埋西班牙嘅幾十名地主，去掠奪佢哋嘅財產。而咁樣嘅行為咧，都令到呢兩個行省嘅人咧，慢慢開始反抗羅馬嘅統治。佢咁樣嘅施政咧，無疑其實係慢慢將自己推入呢個地獄嘅深淵。大家都開始非常之痛恨佢，都係紛紛奮起去反抗呢個暴君嘅統治。佢嘅雕像咧喺條街度俾人破壞，而場內嘅城上面咧都開始出現一啲咒罵佢嘅塗鴉。首都嘅民眾咧亦都開始暴動。外省包括我哋啱啱所講嘅北非同西班牙咧嘅軍隊都開始起義，而各地嘅官員咧都慢慢唔再服從佢啦。面對住呢個外憂內患咧，佢就慢慢萌生呢個離開羅馬嘅一個諗法。但係由始至終咧，其實佢都保持住一個藝術家嘅高貴品格。咁佢咧就認為自己條命咧一定要由自己親手去終結，唔可以由其他人去玷污佢。佢之後咧就帶咗4個僕人離開皇宮，而羅馬嘅元老院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就即刻宣布尼祿佢係所有羅馬人嘅公敵，並判處呢個死刑。任何人見到佢咧都可以殺咗佢，而且係不被追究嘅。佢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就即刻知道唔得，我唔可以俾其他人殺咗我嘅，所以咧佢要自己先下手為強，將自己處死。但係平時膽大包天、目中無人嘅佢咧，喺度話要自殺嘅時候咧，就即刻熬咗底，遲遲都落唔到手啦。
當佢嘅隨從見狀咧，一刀拮咗落佢喉嚨度，而尼祿咧喺臨死之前就講咗一句：何等藝術家就此逝去。自此呢個有中二病嘅暴君咧，就結束咗佢充滿爭議性嘅一生啦。元老院得知咗尼祿死後咧，就採用咗個非常之罕見嘅做法，就係公佈對佢進行呢個記憶抹殺。咁咩記憶抹殺呢？就係凡係佢嘅雕像、碑文、建築物上面嘅雕刻咧，都必須要燒毀同埋抹除。可以見到佢統治羅馬嘅呢一段時間咧，其實對於成個國家嚟講咧，都係一段非常黑暗同埋不願提起嘅時期嚟嘅。咁我哋依家就睇完呢個暴君嘅事蹟啦。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就咁樣落判斷，就係一個不折不扣嘅暴君呢？其實我哋又唔可以咁偏心嘅，因為佢嘅施政咧，其實某程度上對羅馬咧都帶嚟咗一定嘅益處嘅。例如，其實佢早期咧好盡力咁樣推動羅馬城內嘅藝術啦同埋文化方面嘅發展，引領咗一股文化藝術興旺嘅潮流。其實某程度上咧，佢都滿足咗民眾喺內心對於精神文化生活嘅一個需求嚟，都加強咗民族共同感同埋一個社會嘅凝聚力。另外，佢一開始都制定咗唔少旨在改變呢個平民百姓生活嘅政策。雖然隨住佢之後嘅權力越來越集中，佢嘅政策咧都慢慢變成咗橫徵暴斂，慢慢走上咗一條不歸路。咁尼祿咧就固然殘暴啦，但係其實因為佢得罪咗貴族階級咧，咁而貴族嘅階級咧都有份去俾意見去書寫呢個史書嘅，所以歷史書上面咧就難免多咗好多對佢嘅刻意抹黑嘅，有啲咧甚至其實已經去到一個不可思議嘅地步。雖然喺一個年代咧，每一個國家嘅領導人咧，其實佢嘅一舉一動咧，都會俾媒體瘋狂咁放大。佢哋不得人心嘅行為咧，都好快會將自己推入一個萬劫不復嘅地步。所以你聽到呢啲咁誇張嘅事蹟嘅時候咧，就自然就覺得好似天方夜譚。我哋自然就會對呢啲暴君嘅行為，好似聽故仔咁樣聽。但係其實咧，如果一個領導人咧，成日都唔聽身邊嘅人講嘢，一意孤行，而且又唔係為自己嘅人民着想，只係想獨攬大權，咁好快對於人民嚟講咧，佢同尼祿都係一個差唔多嘅存在。所以尼祿嘅事蹟咧，其實絕對係值得我哋後世人去引以為鑑嘅，都會警惕住我哋去留意住我哋身邊嘅領導人，會唔會慢慢走上一條不歸路呢？咁影片製作唔易啦，希望大家可以 CLS，咁我哋下次再見啦。